讲到这死刑敢有违反宪法，有民间团体今仔是公布一份民调，有83%民众无同意废死刑。不过这是新议式民调，过来就爱加专家加学者来对过了后，搁做第二届民调，才会当看出其中的差别。所以，废死联盟认为，目前这份民调并无参考意义。 宪法法庭7月就有可能针对判死刑敢有违反宪法做出大法官的释宪。有民调团体针对死刑敢应该存在发起民调，有83%的民众无同意废除死刑，而且有76%的民众认为台人判死刑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司法精英不应该轻易的。 对于这样的一个长期而且强烈的这个价值观不应该忽略，不应该傲慢，而应该要予以沟通，然后这个让最后还是要由民众来做相关的最后决定。民间团体这摆的民调是审议式的民调，计将会做2摆的民意调查。第一摆结果出来了后，会邀请接受调查的民众、参谋同立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或者做一摆民调，看2摆民调之间的差别。针对第一届的民调，有超过80%拢不同意废除死刑。废死联盟认为，这个结果并无依据，审议式民调要甲整个流程行煞，做出来的结果才有代表性。他现在只有问所有的抽样的这个公民说，你们对于死刑的一些看法。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他还是依照他原来的理解，来回答这个问题，没有经过资讯的。我原来的想法是这样，我经过了有充分的资讯的引凤，然后我再经过了充分的讨论，我会不会改变我的意见？那这个东西才是所谓的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结果。 中华证券协会表示，7月13日会开始审议式民调的讨论阶段，到时会邀请无同款立场的专家学者参民众对谈，或者做第2摆的民调。废死联盟表示，现在是因对这个结果并无意外，也认为第2阶段的讨论安怎进行、安怎调查才是重点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